中越戰爭的更深真相，不是兩個共產國家的反臉，而是一場被冷戰秩序、地緣交易與道義崩塌共同塑形的戰爭。如果只把1979年的中越戰爭理解成越南忘恩負義、中國出手教訓，那麼這場戰爭最重要的層次其實就被遮蔽了。近年的解密檔案，國務院史料與西方學術研究越看越清楚，這不是一場單純的邊境報復戰，而是一場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蘇聯的南下佈局、美國的反蘇算計、東南亞國家的安全恐懼，以及紅色高棉的血債，全部捲進去的大型冷戰交易。它的殘酷不只在於炮火與傷亡，更在於所有大國都在談秩序、軍勢與穩定，卻幾乎沒有人真正把普通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中越之間，也從來不是表面上那種沒有裂縫的同志家兄弟。在抗法、抗美戰爭期間，越南的確高度依賴中國援助。西方研究者反覆指出，中國不只是輸送武器與物資，還在1965年至1968年間派出大批工程、防空等部隊進入北越，使河內得以把更多本國兵力投向南方戰場。大英百科全書也明確指出，蘇聯與中國都爭持續向北越灌注武器，補給與顧問可問題恰恰在這裏。援助越深，依賴越重，戒心也越強。越南需要中國，卻同時更害怕戰後被中國以老大哥姿態重新規訓。這種一邊依賴一邊戒備的結構性矛盾，才是中越兄弟關係從一開始就埋下的定時炸彈。1975年越南統一之後，這顆炸彈終於開始倒數。從西方資料看，河內轉向莫斯科並不只是意識形態上的投靠，更是對現實生存條件的重新下注。中國剛走出文革，內部混亂，援助能力和政治可信度都在下降。越南卻面臨戰後重建、產業恢復與外部安全三重壓力，急需一個能長期提供資金、能源、軍事與外交支撐的外部靠山。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越南國別研究時間線顯示，1978年越南加入京滬會，與蘇聯簽署25年友好合作條約。中國則宣布終止對越經濟援助。幾乎在同一時間，越軍大舉進入柬埔寨，整個印支格局被徹底改寫。這並不是北京敘事裏那種單線條的忘恩負義，而是河內判斷自己若不更深地綁上蘇聯，就很可能在中蘇夾縫與印支重構中失去主動權。真正讓北京從憤怒走向決心開戰的，不只是越南親蘇，更是柬埔寨。大英百科全書對1978年底柬埔寨局勢的描述很清楚，越軍在短時間內擊潰紅色高棉，攻入金邊，扶植了親越的人民共和國。對普通人而言，這原本意味住一個種族滅絕政權被推翻，但對北京而言，這卻意味住自己在印支最重要的戰略支點被連根拔掉。更關鍵的是，美國對外關係文件裏，鄧小平在與卡特、曼斯等人的談話中反覆強調，越南試圖建立由其控制的印支聯邦，而且不止三國，連泰國都可能被納入其地緣想象之中。換句話說，在北京的戰略視野裏，柬埔寨從來不是邊角議題，而是整場中越戰爭真正的核心戰場之一。但如果再往前追一層，會看到更黑的前史。柬埔寨之所以會成為後來北京必保、河內必奪、華盛頓可利用的血腥棋盤，本身就與美國先前把這個國家炸碎有關。耶魯大學柬埔寨種族滅絕計劃會整的研究指出，美國1965年至1973年對柬埔寨的轟炸，不只造成大規模農村社會崩解，還在客觀上把更多農民推向紅色高棉。其所引材料甚至顯示，尼克松政府已知道紅色高棉正在這轟炸帶來的破壞與恐懼擴大農村支持。也就是說，後來被中國當成反越前哨的紅色高棉，不只是北京扶植的產物，也與西方早年在柬埔寨製造的失序、破壞與極端化有深刻關聯。這一層背景非常重要，因為它說明中越戰爭後來所圍繞的，並不只是一個現成的殘暴政權，而是一個早已被大國先後摧毀、利用、再利用的災難現場。因此，鄧小平的決策邏輯
其實比一般中文意敘事更冷、更現實，也更現代。威爾遜中心2024年的研究直接指出，1979年對越用兵並不是改革開放路線上的例外，而是其內在邏輯的一部分。中國新領導層認為，只有先用有限戰爭壓住周邊威脅，重塑區域穩定、改革、技術引進、外資與經濟發展才有安全空間。也就是說，鄧不是一邊主張和平發展，一邊偶然打了場仗，而是把戰爭本身當作改革秩序的奠基工具。這一點與他在美國檔案裏對卡特的表述完全互相印證。中國仍然必須教訓越南，但這會是一場有限、快速、可控的軍事行動。這不是一時情緒失控，而是經過計算後的武力管理，是把戰爭當成外交語言、體制工具與戰略信號來試用。這裏就必須說到美國的隱秘角色。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美國是否批准了戰爭，而是他如何替這場戰爭製造一個可行的外部環境。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1979年1月底，卡特政府一方面告訴鄧小平，美方認為孤立越南比動武更好，但另一方面又明確表示正在鼓勵其他國家削減對越援助，推動東協國家統一立場，並增加對泰國的軍事援助。更耐人尋味的是，鄧在1月30日會談中明確表示希望得到美方的情報簡報，而2月19日白宮高層協調會隨即把聯合國動作與情報收集列為正式選項。這意味住什麼？意味住華盛頓沒有替北京按下發射鍵，但他確實參與了保險絲的設計，參與了戰前局勢的鋪墊，也參與了讓北京相信這場仗可以打，而且蘇聯未必會為越南全面出手的那套外部條件建設。更不乾淨，也更少被中文意文章真正說透的一層，是柬埔寨方向的暗線。根據美國對外關係文件記錄，在1月30日的談話中，鄧小平不只談教訓越南，還當面向卡特提出希望美國經由泰國向柬埔寨方面提供援助，而且點明自己想到的是輕武器。卡特則追問泰方是否可以承接並轉交，這一細節極其關鍵，因為它說明中越戰爭從來不是一條單線，北京真正想維持的是整個反越、反蘇、反親越柬政權的區域前線。換句話說，邊境開戰只是表層，柬埔寨的代理人結構才是深處，北部戰線只是可見的戰場，因之全局才是北京真正要重塑的秩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北京對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反應比對一般邊境摩擦激烈得多。然而，整段歷史裏最骯髒的黑幕還不在中越邊境，而在國際道義的集體破產。越軍推翻紅色高棉後，照理說，一個大屠殺政權應該失去國際合法性，可現實正好相反。亞洲研究學會的研究指出，1980年代出現了一個荒謬局面，儘管紅色高棉的暴行早已眾所周知，它仍然保有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1982年後，在中國與東協壓力下，紅色高棉由與西哈努克及宋商派系拼湊成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繼續佔據聯合國代表權。華盛頓郵報1980年更直白報道，美國決定再次支持波爾布特政權在聯合國保住席位，儘管其人權紀錄令人憎惡。另有研究指出，整個1980年代，這個由紅色高棉主導的流亡聯盟，正是在西方與東協政府支持下繼續佔有聯合國席位。這才是最令人發冷的真相。冷戰時代所謂的國際正義，在反越、反蘇、平衡中國的戰略需求面前，可以把反種族滅絕這條底線整體後移，而把這一層再深挖下去，會看到更難看的運作方式。耶魯大學整理的材料顯示，美國對紅色高棉的態度並非簡單的不知道它有多壞。早在1975年，基辛格與泰國外長談話時，就已把紅色高棉視為極其兇殘的力量，卻仍主張不要讓這件事阻礙關係改善。耶魯項目還引述伊麗莎白·貝克爾的材料指出，布熱津斯基後來承認，他鼓勵中國去支持波爾布特，而華盛頓對中國、泰國向紅色高棉提供援助採取了某種半公開默許的態度。1990年，美國政府問責局又補上了最具制度意味的一刀：美國對非共柬埔寨抵抗力量的非致命援助，雖然沒有證據證明直接流向紅色高棉，但當時的監管體系並不足以排除這種可能，而且這些力量與紅色高棉之間的通訊協作，可能間接增強其軍事能力。真正的黑不一定是文件上直接寫
住援助紅色高棉，而是整套政策設計明知紅色高棉在場，甚至仍居核心位置，卻選擇接受它作為可容忍、可利用、可迂迴為讓的現實因素。所以，從結果來看，這場戰爭其實是一場戰術上狼狽、戰略上部分得分，道義上全面破產的複合型戰爭。中國沒有把越南趕出柬埔寨，這一點連後來的西方研究都承認越南對柬佔領一直持續到1989年，說明北京沒有完成其最直接的公開目標。但另一方面，中國確實測試出了蘇聯干預的邊界，也向華府證明自己是可以在亞洲牽制莫斯科的力量。之後的1980年代，美國對華防務出口政策逐步向有利於北京、相對不利於莫斯科的中國差別待遇傾斜。日本也在1979年12月開始對中國改革提供經濟援助，也就是說，鄧小平沒有在戰場上漂亮取勝，卻在國際體系裏成功完成了一次身份轉換，從毛時代的革命中國變成反蘇棋局裏值得投資的中國。至於戰場本身，西方研究對傷亡的判斷大都認為雙方付出的代價極重，且數字被各自政治需要嚴重扭曲。胡佛研究所概括性的估計是，雙方各自大約都有3萬死亡、35000傷者上下。更重要的是，不論最終採信哪組統計，主流西方研究幾乎都同意一點：解放軍在協同、後勤、指揮和攻堅能力上的問題，在這場戰爭中暴露得非常難看。也正因此，這場仗對鄧而言不只是情願，也是一次殘酷但有效的體制診斷。中國從中看到的是軍隊的落後，越南看到的則是中國不惜用戰爭重新寫規則，兩邊都宣稱自己勝利。但真正被證明的只有一件事：共產陣營的革命兄弟情，到了國家利益面前，一樣會迅速變成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把這些檔案與研究拼回去之後，中越戰爭真正的樣子就浮現了。它不是一場誰辜負誰的道德劇，而是一場由民族國家邏輯徹底吞噬革命敘事的戰爭。中國用昔日援助者的身份要求越南服從新的地區秩序，越南則以受援者的歷史拒絕再被任何大哥安排美國借中國牽制蘇聯，卻又不願背負直接開戰的責任。東協害怕越南擴張，於是選擇與北京同站一邊。而最可怕的是，連紅色高棉這樣的屠殺政權都能在大國博弈中被重新包裝、重新利用。真正的新真相從來不是某一句口號、某一個領袖的狠話，而是這整套冷戰機器如何把國家、盟友、難民、邊民與死者一起壓成了棋盤上的格子。